屏东内thị的西市站这附近呢，这几天来是传出有民众停车，唔过煞互人敲出伤痕的代志。有民众因为要坐火车，所以把车停伫个高架的铁基路下骹这个空间，唔过煞互人警告讲，这是私人地，是袂使停的。落尾这民众呢，要来看车的时阵，所发现伊的车是有伤痕，所以甲警方来报案。目前有2个人受害，那警方表示讲，遐是一个公共的空间，怀疑是共一个嫌犯。 有一个阿伯跟我说，对他家的路，问我什么时候回来，我就说我是今天下午回来，新花的。 警方接到通报，到现场有一位姓吴的查甫人报案，讲伊的车去互人敲3条伤痕。这名查甫人讲，顶个月30到屏东西市火车头高架铁基路下骹的空间要停车，停好了后，有一名阿伯甲伊讲，这搭所在是伊的袂当停车。结果吴先生翻头发现伊的车刷加3条伤痕，互伊气甲赶紧报警。案发地点均为竹田乡龙门路段路桥下，目前已锁定特定对象，并将 持续深入调查。警方讲，目前已经有2位民众报案，有锁定1名嫌犯，会搁调查附近监视器，甲案情查清楚。实际到高架铁基路下骹的空间，若车停到满4架，搁有人咧披衫，袂少车有营业，看会出来停足久啊。有空位的所在，甚至有人用乌托邦占掉的。附近的民众表示，虽然是公共空间，但是有袂少大户拢当作私人土地占用。迄也无写明，也毋是你的，咱若你不管话。 隔壁庄也是本庄人，你若有位甲停咧，无人甲甲你赶。你谁先来就谁先用啊，这是基本的。但是有很恶劣的就是讲，车开走，我都爱停落安尼啊。哦，个占位啊。对啊，骑摩托车来换轿车开出去啊。看到有很厚的灰尘啊，跟一些放了好几年的车子都放在那边，甚至废牌的都放在那里。警方提醒民众，这算是公共空间，请附近民众唔通占用，以免发生纠纷。 议员嘛表示，已经向代替屏东县政府建议几年，希望会当重新规划铁基路下骹的空间，不过拢无明显改善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